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基进党的立委陈碧惠的罢免案。选区有民众来反映，讲有人一家一户发放这个联署书，佮要求民众写完了后交予林长，而且这个联署书的名册互看现。也就是讲，不管你是毋是有写这个联署书，你的立场都互看出咯。陈碧惠团队是来质疑到林长甲里长，拢已经变做罢免迄边的人咯。发动罢免的三 Q 总部来回应讲，陈碧惠的目的是咧利用告知的议题，要互大家唔敢去联署。网络这张图引起争议，台中海线妈妈伫出来受到罢免基进立委陈碧惠的联署书，当时有人一件一件要求你写好了后摕予林长，联署书的名册，过使看到别人的资料，因质疑讲写还是唔写，拢将家己的立场表现出来，像安尼世界团敢真正好？那碍于人情的压力呢，大家只好这个敢怒不敢言呐，就只好签署了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有很多的里长、甚至说地方人士接收到这样子的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也不乐意来协助。陈碧惠服务处证实讲有接到投诉的电话，烦恼讲林长甲里长煞变成罢免方的拍手。感觉又搁回到过去款敢怒不敢言的年代。严格发动罢免的三 Q 总部回应讲，看陈碧惠所写的文章，有可能是透过假消息发文章，颠倒质疑这是善良的林长。只要户籍在台中第2选区的选民都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。陈博文的目的是在利用各自的议题，去让大家害怕联署。联署书上面附注的是不该当的话语或是不该当的行为。如果单纯的递送联署书，并不足以使人心生畏惧。一户一户送联署书，敢有违反选罢法？由司法检调机关来认定。严过陈碧惠甲三 Q 团体进前为了假公平甲送起稿的事件，假抗力互相呛声，已经感受到明显的毁约味。